即摆现代社会科技非常发达，任何不适当的代志，真有可能拢会逼空。这家人有一个姓市的派出所所长，进前呢，甲因派出所的员警洗车，互指控讲伊的态度无好，佮用这手镜头去过车了后，放入去喙内面检验，互质疑讲伊是食酒了后伫遐撸，也引起这场霸凌的风波。这家人市第一分局表示讲，这所长是好意，不过指导方式有问题，会改记新改。过来啊！对于基层大声嚷，所长情绪激动，全身是汗，洗车了后安怎接救清气？学校有没有教你洗车？没有，看镜头啊？没有。所长检验方式是用镜头来回录警车的半径，再个放入去喙来确认。我昨天晚上已经帮他们洗好了，我有教了，干净的。涉案的姓市所长伫基隆市第一分局的中二派出所任职，因为年度装备检查，伊讲2月开始真侪改选择洗车，有一个部署登记唔洗，伊家己伫2天内用轻有外时间洗真侪台警车，佮必须为倒滴指导员警。先行处分申诫，严令不得再犯。至于霸凌部分，分局迄今未收到该所同仁有提出反映及申诉。所长讲话口气作为动作，互人质疑酒后失态，像骂人的指导嘛引起这场霸凌的风波。基隆市第一分局是讲，所长伤过点电，态度无好，方法错误，已经有组专案小组做后续的调查。非常不以为然，一个警察同仁，尤其已经做到了所长，应该要有自己代表警察形象的一些作为，非常严正的看待这些事情，也会请后续警察局做妥善的处理。专案持续的议论，甚至愈看愈大条。今嘛，佮亚公检局内部登记调查影片外流的来源，这么侪状况，也互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无法度认同。这种霸凌的状况其实蛮常见，尤其是在主管对某些人有比较不好的看法的时候，但通常不会在这种公开的场合这么做。除了教导方式有问题，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伊嘛点出目前的总检制度太过注重清气，若是检查无清气，所长等相关人员都有可能面临处分。认为装备的功能是不是正常，这才是重点。记者采访报道。